轉下啲金融行情，恒指報26,578點，升364點，總成交超過800億。睇下做活躍港股表現，阿里巴巴升5個7，騰訊控股升11個2，盈富基金升4毫2，快手升3蚊06仙，中芯國際升1個2。長飛光纖光纜升9蚊，中國海洋石油跌8毫4，寧德時代跌10蚊，紫金礦業升4毫，小米集團升3毫6。再睇其他主要藍籌股嘅表現，匯豐控股升個6，友邦保險升個4，中移動升2毫半，港交所升3蚊，香港中華煤氣跌3仙。睇睇人民幣櫃台做活躍港股表現。以人民幣計價，阿里巴巴升5蚊，中國平安升個7，騰訊控股升9個2，聯想集團升3毫1，中國移動升1毫半，快手升2個7，中銀香港升2毫，中國海洋石油跌7毫6，美團升1個7毫半，百度集團升4個7。恒生科技指數升124點。睇內地股市表現，上證綜合指數升6點，深證成分指數跌5點。人民幣中間價超過3年以嚟第一次升破6.85對1美元關口。官方開出嘅人民幣中間價連升2日，報6.8487對1美元，較上個交易日上調75點子，係自2023年3月24號以嚟嘅高位。現貨人民幣方面，在岸價同離岸價早段雙突破6.8億關口。另外，人民銀行進行270億元人民幣7天期逆回購操作，扣除今日到期嘅逆回購，單日喺市場淨回籠992億元人民幣。轉睇其他消息，荷蘭一艘郵輪爆發漢坦病毒，增至8宗病例，其中3人死亡。據報其中2個死者上船之前曾經喺阿根廷睇雀。阿根廷南部亦都有1人確診感染漢坦病毒，當局話冇證據顯示阿根廷係病毒來源。瑞士亦都通報一個男人感染可以人傳人嘅病毒株，而佢曾經乘搭同一艘郵輪。荷蘭郵輪紅迪厄斯號3個疑似感染漢坦病毒嘅患者，星期三乘搭醫療專機抵達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，多架救護車將患者送院治療。佢哋分別係一個同已故德國乘客密切接觸嘅人，以及2個出現呼吸系統症狀嘅船員。據知其中一個船員係英國人，病情嚴重。紅迪厄斯號喺3人撤離之後，駛離西非島國佛得角，預料3日之後抵達西班牙自治區位於大西洋嘅加那利群島格拉納迪利亞港。紅迪厄斯號嘅營運公司泛海探險同日宣布，按照荷蘭衛生部門嘅建議，2個傳染病專家將會登上郵輪提供醫療服務。西班牙亦都會啟動機制，將船上所有健康許可嘅人送返各自嘅國家。另一方面，瑞士當局證實，一個曾經乘搭紅迪厄斯號嘅男人，上個月底同妻子從南美返回瑞士之後，被發現感染漢坦病毒，目前響蘇黎世大學醫院接受治療。據報佢感染嘅係唯一可以人傳人嘅安第斯病毒株。紅迪厄斯號載住大約150人，喺上個月1號從阿根廷嘅烏斯懷亞市出發，響大西洋航行途中爆發疫情。感染源頭引起各界關注。阿根廷有官員透露，喺疫情中離世嘅一對年約70歲嘅荷蘭夫婦，佢哋喺上船之前曾經向烏斯懷亞市觀鳥，期間經過垃圾場，懷疑曾經接觸染疫嘅啮齒動物。不過阿根廷衛生部強調，目前無法證實當地就係感染漢坦病毒嘅來源。無線電視記者陳淑儀報道。以色列軍方喺停火期間突襲黎巴嫩首都貝魯特，據報真主黨一個指揮官被炸死。喺貝魯特南部郊區，當地星期三晚多棟建築物被炸毀，救援人員到場搜救。喺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同防長卡茨批准下，預軍恢復空襲首都貝魯特，係自上個月17號以嚟雙方停火生效以嚟，貝魯特第一次遭以軍空襲。以軍評估黎巴嫩真主黨
精鋭武裝部隊一個指揮官已經被殺。伊黎雙方最初喺上個月17號實施臨時停火10日，去到23號再延長3個星期。黎巴嫩總理薩拉姆表明唔尋求同以色列關係正常化，又話目前會晤內塔尼亞胡係言之尚早，同意方高級別接觸需要有充分準備。羅馬網球精英賽，智利嘅塔比路首圈輕鬆過關。白衫世界排名35嘅塔比路對住排名91嘅西班牙球手畢斯達，全場做出14個破發分，當中4次得手。喺畢斯達嘅發球局化被動為主動，正手抽直線貼住條界落。第一盤領先5比2嘅時候，突然落大雨，比賽暫停大約40分鐘。但塔比路嘅狀態冇就咁冷卻，返到場上即刻以6比2贏出第一盤，之後都一樣咁輕鬆。22次主動得分，多畢斯達9次，睇準反手嚟品 passing shot。塔比路全場一發得分率高達8成8，冇面臨過被破發危機，再大勝一盤6比1。盤數贏2比0晉級，將會同阿根廷嘅斯倫道路爭入第3圈。女單方面，黑色裙嘅法網前冠軍奧斯達賓高喺首圈同樣輕鬆過關。對住以外卡身份參賽嘅東道主斯迪芬尼利，第一盤連續做出3次破發，請對方食蛋，贏6比0。世界排名36對154，奧斯達賓高喺羅馬賽最好成績係3年前打入4強。佢繼續挑戰生涯第一項1000分賽錦標，再贏一盤6比1，次圈會鬥6號種子安尼斯莫娃。無線電視記者陳家俊報道。阿聯酋職業足球聯賽，艾亞恩作客贏 FC 沙加5比0，提前一輪封王。艾亞恩由亞卜杜勒查高爾喺10分鐘頂入，領先8-3嘅 FC 沙加。5分鐘之後，再憑住沙加中場下身撞入擺烏龍拉開。去到51分鐘，艾力文尼斯接應過頭波射成3比0。3分鐘之後，拿謙美控定轉身射入，進一步拉開比數。佢哋上次奪冠係4年前。拿比亞63分鐘錦上添花，艾亞恩大勝5比0，剩低一輪領先第2嘅沙比亞爾亞里6分，刷新紀錄15次喺頂級聯賽封王。